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喺度好歡迎大家收聽第105集嘅財經新視野，我係 Thompson， 我係黃子，哇，好清楚105集喎。當然啦，係咁我哋咧就今集咧當然係與別不同，我相信好多聽眾都知道，今集將會係最後一集嘅財經新視野啦。完結篇啊，係完結篇。咁不過咁話 Charles， 頭先我哋喺節目開始前呢，我同你身水身汗做咗一個差唔多成個半鐘頭有冇啊？都有咯。有啊，個半鐘頭嘅錄音係送俾大家嘅。咁就係咧我哋喺呢個自己的基金系列仲有一個黃金篇噶嘛。咁呢個黃金篇係未講晒，咁我亦都相信今集係未有足夠時間講，因為今日會有個特別嘉賓，一陣先講。冇錯，係啦。咁咧，我哋呢個黃金篇，咁我哋頭先就錄咗音嘅，咁將會咧喺電台會安排個時間再播翻俾大家聽。咁亦都會喺 YouTube 喺今集嗰度咧，亦都會加翻上去。咁就令到黃金篇完整啦。咁啊，主要講翻咧黃金嘅定價啦，投資黃金有邊幾種啦。咁希望聽眾覺得唔會甩甩咳咳。咁一陣間亦都會開放電話同大家咧一齊去探討所有嘅金融嘅話題。咁而今日亦都有啲主題會同大家一齊講噃。嗱，咁但係作為阿 Charles， 今日咧金融市場夠晒挫咯噃。冇錯，紅卜卜喺電腦睇啊，係咪真係跌市就一定係唔好咧？其實又唔係，點解咧？係主要嗱，我從105集入邊啦，所學到個分嘅嗰種心得咧，就係佢唔係話代表個市場唔好啊，我覺得係就只不過係一種調整嘅心態去做嘢嘅啫，唔係話代表個市場話哇壞到好緊要啊，突然間市面唔好啊咁樣，唔係。其實我覺得啦，金融市場帶俾我最多嘅嘢咧，係學識咗好多做人嘅道理。其實好多做人嘅道理係喺金融市場揾到。你會發覺特別喺金融業入邊咧，好多時見到唔同嘅人嘅，咁各種性格嘅人，你都會見到。譬如好似今日呢種情況咧，如果你喺一間金融公司度，隨時會見到有啲客戶騰晒雞嘅，有啲客戶係粒聲都唔出，唔係因為輸到粒聲都唔出，而係等機會，好冷靜。有啲人咧就會係好開心，咁有啲人當然會唔開心啦。各種性格都有，咁我覺得喺咁多行業裏邊咧，一個金融業，一個飲食業咧，係最能夠見到眾生相嘅。咁呢兩個行業正好就係你會喺裏邊發現到咧，好多人有邊一種人噶啦，邊一種性格啦，佢哋嘅處事方法啦，咁從而喺個觀察嘅過程裏邊咧，會令到自己咧都有所提升嘅。咁我覺得係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金融市場嗰種動盪，咁有啲人會覺得好非理性啦。當然有陣時短線嘅升升跌跌，你問點解，真係講真，其實專家都答你唔到點解會升，點解會跌。咁但係如果你睇遠少少嘅話咧，佢嘅升升跌跌係有好多個邏輯喺入邊嘅。咁只不過佢係有一班好聰明嘅人預示咗有啲事情，諗到一啲事情將要發生，而自己首先喺個金融市場度反映咗先。咁所以好多時個市場行完之後咧，過咗一段時間，輪到實際嘅社會開始有反應。咁類似嘅嘢咧，其實喺金融市場俾到我哋就係呢啲嘢咯。係啊，咁啊從105集入邊咧，我亦感受得到咧，就話你曾經講過一句咧，就話市場越恐慌咧，就係你越入貨嘅時候。所以有時市場大跌或者大升咧，其實係一個機嚟嘅。同埋咧，作為一個經濟周期都好啦，譬如好似呢一次嘅即係近排嘅下跌啦，喺我嘅理解嚟講係一種周期性嘅。咁其實跌市又好，升市又好，我哋都有睇咧，一種係周期性，一種係結構性啦。咁譬如如果周期性嘅升咗咁長，梗係要跌一陣，跌咗好耐，咁梗係要升一陣。嗰啲係周期性嘅。你經濟實體又好，我哋人生，我哋嘅身體健康，全部都有周期性啦。咁但係結構性係唔同講法嘅，就真係嗰件事嘅本質已經係變化咗。咁而嗰種咧就時間係長好多嘅。咁我相信今次咧係一個周期性。呢個過程可能係歷時幾個月至到1-2年之間。咁經過咗呢一個調整期之後咧，特別譬如好似美國啦，我哋見到咧奧巴馬總統咧，咁呢個禮拜有一個演說。如果大家有興趣上翻去聽翻佢嘅演說啦，我覺得喺現今嘅領袖嚟講咧，佢係其中一個咧演講最出色嘅一位。佢解釋到喺
喺過去呢8-9年嘅美國經濟由低谷開始慢慢令到個失業率改善啦，經濟慢慢改變啦，跟住落嚟嘅願景係乜嘢呢？有過去、有現在、有將來。咁呢種嘅演繹方式喺現今嘅世界，唔好話領袖都好啦，喺好多嘅地方越嚟越少咗呢種好完整嘅演講。咁我覺得純粹係聽一種演講又好，純粹睇一個國家願景又好，咁佢都係帶俾咗我哋好多嘅諗法咯。係好啦，喺度首先請阿 Charles 同大家進行一周環球總結先。好啦，咁而家由王子報告一下一周環球市場嘅表現，日子呢係1月11號2016年至到1月15號2016年㗎。先嚟睇下北美洲股市方面，道瓊斯工業指數15988點，係跌咗358點；標普500指數1882點，跌咗37點；納斯達克100指數4149點，係跌咗121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4488點，跌咗185點。歐洲股市方面，英國富時100指數5804點，跌咗108點；德國 DAX 指數9545點，跌咗304點；法國 CAC 40指數4210點，跌咗124點。亞洲股市方面，中國上證綜合指數2901點，跌咗286點；香港恒生指數19453點，跌咗939點㗎。台灣加權指數7762點，跌咗94點；日經平均指數16793點，跌咗486點㗎。商品市場方面，美國德州原油29個63係跌咗4蚊3毫4；英國布蘭特原油29個101跌咗8蚊1毫1；黃金現貨1080蚊88個7毫2係跌咗15個6毫半。白銀現貨13個9毫1跌咗1仙。好啦，外匯市場方面，歐元1.09057，日元116.760，英鎊1.42533，瑞士法郎0.99967，澳元0.68536，紐西蘭元0.64565，人民幣6.58350，加拿大元1.45358。美匯指數98.945。好啦，最後睇下美國國債方面啦，2年期嘅債息0.85， 5年期嘅債息1.45， 10年期嘅債息2.03， 30年期嘅債息呢係2.81。好啦，一周環球市場嘅表現，王子報告完畢。好，唔該晒 Charles。咁我哋今個星期呢見到呢，就特別今日呢美股呢曾經道瓊斯指數單日呢係大跌咗呢540點嘅，咁啊臨尾收市呢就做翻好少少。咁主要原因呢，我哋都見到呢有好多因素啦，譬如中國經濟放緩啊、數據唔好啊、油價下跌啊、咁啊恐怖襲擊啊等等一大堆。咁其實阿 Charles 冇覺得近呢3個月啲新聞都係差唔多嘅啫？係可能係啊，只不過地方唔同咗，轉咗位，但係啲嘢都係差唔多。咁往往市場所發生嘅嘢咧，最緊要就有個期望。係咁，譬如話今日美股我哋見到大跌咧，係市場對嗰個前景個憂慮係多過個實體經濟嘅。咁好多時市場嘅行為反映出嚟咧，多數係多過真實嘅情形嘅。係無論睇好嗰時，又係好到過咗龍。咁然後咧個股價超越咗個實體經濟，到跌嗰陣時咧，又係超越咗個實體經濟，類似嘅情形。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咁我哋見到咧今日咧個股市大致上可能有90%股份下跌，1成股份上升，而升嗰啲咧好多都係一啲同避險有關嘅，譬如我哋見到公用股會上升啦，咁啊又或者咧係一啲咧避開咗新興市場經濟嗰啲嘅公司咧，都係做得比較好。係反之咧，同新興市場經濟嘅拉個關係咧越大嘅話咧，咁啊跌得比較多。咁所以今年呢個投資主題亦都係同呢樣嘢有關，就係同新興市場拉攏得越多嘅經濟咧，嗰啲股份咧可能佢哋會做得嘅表現比較差啲。咁我哋講過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
財經新視野。咁翻到嚟呢，咁我哋首先呢，好歡迎呢灣區新城電台節目總監蔡依儀小姐 Ida。Hello， 係 Ida，好耐冇見。今日我哋三個人一齊做節目。係啊，咁但係呢，似乎呢呢個三人行呢，就只係今日係最後一次咯。對於阿 Thompson 呢個財經新視野嘅節目，咁當然啦，包括咗我同埋好多嘅聽眾，都會覺得呢就好唔捨得嘅一個咁好嘅節目。咁亦都多謝你邀請我嚟到節目一齊同聽眾傾下。當然我第一樣嘢就係話財經新視野，咁亦都係阿 Thompson 同埋阿 Charles 兩個嘅一個精心策劃，同埋呢就係製作主持嘅節目，咁亦都係不可多得啦，可以咁講。喺過去嘅呢一段時間呢，你講話今日係105輯，哇，真係〜已經係105。其實舊年同一個禮拜我哋一齊就係做節目啊嘛。咁當時嘅話題就係投資健康知識同埋智慧啊嘛。就係講緊啦，除咗投資金融之外，仲有好多樣嘢投資。由嗰一刻嘅話題咧，開始帶到咧我哋今年兩大主題，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呢個，另一個咧就係自己的基金點樣幫自己去創富。係一講起上嚟呢一個時間咧，已經係經歷咗1年啦。咁但係喺裏邊呢，財經新視野嘅內容呢，相信聽眾朋友都學咗唔少關於呢就係投資同埋有關於金融嘅呢啲技巧啊，同埋裏邊有好多故事添啊。咁或者我又喺呢度問一問啊 Thompson 啊，咁對於製作咁樣嘅一個節目，其實都好花時間嘅。咁呢個由我自己亦都係主持咗好多財經嘅節目啦。咁我係一個主持，我就唔係一個主講添啊！單係主持呢，其實都要花時間呢，就係去跟進。譬如好似如果講到財經方面啦，嗰啲最新嘅消息啊，咁所以呢都係花時間嘅。咁但係作為呢，就係一個主講人，同埋裏邊呢，不但只係講最新嘅呢啲新聞啦、財經嘅新聞啦，仲有就係話喺後邊嘅特別嘅一啲 special 即係特輯啊，特別唔同嘅，每一次都有一啲嘅話題呢，咁真係相當唔容易嘅。咁阿 Thompson 或者你講下，即係喺嗰個過程之中呢，經歷嘅一啲同我哋分享下。就好似頭先我哋啱啱報完價啦，咁就講今個星期股市為例啦。作為一個財經節目嘅，咁短線嘅。咁大家可能好想知道跟住落嚟嘅情況係點樣？譬如好似我哋今個星期見到跌500幾點，跟住隻日元去到11650。咁我今日做節目就係首先第一時間要睇一睇，全球股市今個禮拜收市係點，全個禮拜大致上係點。咁好幸運啦！咁我自己本身有一個大數據庫，自己設計咗一個系統之後呢，就係專係放財經新視野呢個節目。由我第一集開始呢，一路就用電腦去搜集數據。咁另外就係搜集新聞，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咁多金融嘅新聞專題，其實最難呢，做國際新聞嗰陣時咧，我每一個星期要過濾1萬條新聞，係俾財經新視野嘅。咁1萬條新聞，全世界咁多金融資訊，首先我用系統首先歸納咗呢，同一個話題裏邊就撥埋一堆，譬如聯儲局講嘢嘅，全部呢一堆呢2000條可能係同佢有關嘅。咁另外有500條可能係中國嘅經濟。咁類似嘅，首先分晒堆先，咁然後再用電腦再揀咗一啲我自己想去專注嘅範圍，咁然後再揀啦。咁但係當然啦，做一個財經節目呢，咁要考慮到就係聽眾嘅可聽性啊嘛。冇錯。咁如果我個話題係一嚿支離破碎咁樣，就算幾多資料都係唔夠，咁變咗喺裏邊，我就揀咗可能4-5條新聞之後係好嘅，點樣將佢串成一個故事，就係成為咗呢。你報完價之後嗰段啦，就係個國際新聞啦。咁啊，至於企業新聞咧，咁啊，亦都係同國際新聞拉埋一齊啦。咁至於專題嗰度咧，就真係要睇下自己日常嘅功力啦。咁啊，日常譬如我睇咗幾多書本，跟住就組織翻出嚟，究竟喺呢一期裏邊，我哋大家有咩話題啦？譬如一啲歷史嘅，咁之前睇落嘅，咁係時候抽翻出嚟。咁啊，講起上嚟，Ida。整個財經新視嘅節目去到今日為止，我琴晚開翻我自己個電腦望一望，原來我差唔多寫20萬字。係，跟住我每一個禮拜差唔多成，最初嗰陣時我係8張字，我記得第一集，
去到今日差唔多30張紙。咁而中間講到譬如美國歷史啊，講到一啲專題嘅話題，更加試過有一集係去到9000幾字。咁原來講唔晒喎。咁但係我發現一樣嘢，做節目原來每一集起碼3000字。如果嗰晚我準備唔到3000字咧，我係驚嘅直頭。因為財經同其他節目唔同啦。作為一個財經節目，唔可以亂噏24，好多數據，譬如失業率係幾多就係幾多噶嘛。咁呢啲係要準備好晒咯。係啦。呀，你真係一個去分析呢個財經啦。咁當然啦，我哋就話，就算係新聞咧，喺出邊嚟講咧，咁都有一啲特別嘅分析啦嚇。咁啊，呢啲亦都係一個叫做 shortcut 啦。對於我哋嚟講咧，咁就算係 Charles 咁啦，我相信咧都做咗呢個財經新視野，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嘅。係啊，咁我哋都知道你好唔捨得阿湯臣咧，就係暫時啦嚇，我哋希望係暫時啦嚇，唔做呢一個節目啦嚇。或者講下你自己嘅感受。嗱，咁啊，我第一次咧都係做呢個財經節目，咁我開頭咧。我真係乜都唔知，我就係譬如話報價嚟講啦，我最熟咧就係邊幾樣咧，美金啦、人民幣啦，同埋港紙，係呢3樣嘢我最熟噶啦。其他我真係有啲咧，我直情唔知道。咁啊，Thompson話：喂，你報價咁樣吓？我報價唔係話我其他我都唔熟噶，唔得噶，你報啦，而且係。最要準確嘅，而且喺整個環節節目入邊咧，報價咧原來好重要噶。我唔係話你俾啲咁嘅嘢嚟壓力我，佢話得噶啦，你得噶啦咁樣。咁我開頭冇錯，咁我開頭咧係有少少甩嘴，同埋咧一報落咧，原來真係有幫助。咁點解咧？原來咧日元咧喺市場方面咧，如果我哋知道個走勢咧，先睇美金同日元。我係而家學識咗呢樣嘢，即係換言之，你唔係淨止係讀嗰啲字啦，嗰啲數據對嚟講咧，越來越有意思啦。係啊，好緊要。即係漸漸已經係變成咗進入咗少少嘅分析啦。係啦，冇錯啦。雖然不至於話好似阿 Thompson 咁叻，話哎呀，我睇落去就即刻知道，但係起碼咧比以前咧有一種感覺。咁所以做呢個節目咧，特別就算你而家你唔俾我講報價咧，我都要爭住報。咁因為點解咧？而家逢禮拜五咧，變成一種生活嘅方式，就話去到過咗3點鐘咧，我就要搵個地方咧，要睇呢啲資料啦。好自然噶，成日 hold 住個鐘，就算我做緊其他嘢，哎呀唔得，我要知道一陣點樣成個禮拜嘅走勢咁樣。咁自然啦，對一種叫對市場嗰種叫敏感。知道敏感，所以做咗呢個節目咧，其實唔好話其他聽眾啦。我作為半個主持嚟講啦，我從一個唔識金融嘅半個節目主持人咧，雖然而家不至於話好識，但係起碼咧對啲幼稚園嘅啲新人嚟講咧，我可以夠膽講。但係專業嚟講，梗係唔得啦。有啲趣聞咧係同阿 Charles 有關嘅，講我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咁啊，啱啱喺廣告前咧，就同大家講過咧，有啲趣事啊嘛。係啊，不如講我哋聽下。正如好似阿 Charles 話齋，咁佢係本身唔熟金融，其實喺過去呢2年裏邊咧，有好多嘅我身邊嘅朋友好，有好多嘅喺三藩市。我嚟到三藩市，其實嘅時間都唔。對比大家嚟講真係唔算遠啦。咁有啲新認識嘅朋友，佢哋問我：咦，你隔離個 partner 阿 Charles，佢唔係做金融，但係點解要做財經節目嘅咧？咁其實我又諗緊呢個組合究竟係好定係唔好咧？既然有咁多嘅 feedback，咁但係跟住佢哋俾一個意見我，你喺度進步緊。咁跟住我就諗係一件係好事，因為其實我準備財經新視野嘅節目，我就係個目的就係想咁，就係要。大部分人係完全唔了解乜嘢係金融，乜嘢係投資，去到知我唔係需要一班好叻嘅人更加叻。佢已經有咁嘅水平嘅話，佢自己有方法揾到啲方法出嚟，令自己 improve 嘅咯。我覺得，但係好多人係連入門都未知點入門。咁正好就係你係一個好好嘅板，因為我同你傾偈嘅過程裏邊，喺節目裏邊只要你一
俾到 feedback 我，你係有個問號咧，咁我知道呢個水平，我就要開始喺度再解釋啦。咁正正呢一個 signal 你俾到我咧，係令到呢個節目咧，令到大家會更加好啦。咁我亦都諗過，如果兩個都係做 trader 出身嘅人，咁又會點咧？咁啊變咗兩個外星人傾偈啦。兩個人講完嘢之後咧，大家都唔知佢講緊啲乜。我 long short 呢一隻，跟住我 sell 呢一隻，我嘅 premium 係乜乜，我嘅 strike price 係乜乜，大家唔知我講乜。結果因為隔離嗰個會逼到你會講快咗，講到啲嘢咧係更加係行內術語。咁正好就係咧，點樣令到金融最難學嘅地方，我自己覺得就係，正如我自己當日最難學就係我一埋去所有名稱我都唔知係乜。跟住呢一堆係咩意思呢？同埋究竟呢一樣嘅資產同嗰樣資產有乜嘢關係呢？我完全我係唔識。咁喺呢段時間裏邊，我幸運就係我自己喺個過程自己摸翻嚟咧，摸下，OK 理解到啦。咁但係點講翻出嚟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咁而財經新視野就係個機會講翻出嚟，而點樣去用一個大家聽得明嘅術語去講翻。其實剛才阿 Thompson 你講到有一點呢，就係話。可能每一次嘅節目咧，你都要花時間咧，就係寫好多稿嘅，3篇啊、8篇啊咁。其實呢個都係講咗，就係話一個節目嗰個內容，如果係要豐富，不但只係豐富，因為我哋知道係一個現場嘅節目啊嘛。你錄住咧就好多橋溜嘅，你可以剪咗佢嘅。1個鐘頭時間，你話多唔多？少唔少？點解咧？因為中間仲包括咗有廣告啦，同埋 jingle 嘅。咁所以咧，你就要講咧係要精簡一啲，但係。好似你講，亦都有主持人喺度，有時就係問咗有啲問題，你又會去解答嗰啲問題嘅。咁所以即係可以理解到，根本金融咧已經係一門即係非常之高深嘅學問，可以咁講咧。因為裏邊不但即係學啊，日新月異嘅好多嘢都，好似話邊個諗到今日突然間呢個市咧就喺跌咗之後嗰個叫黑色星期一啦。咁啊跌2日之後又升翻些少啦，啲人有期盼跌深咗咯，咁點知今日又繼續跌嘅？咁呢個係要時間累積啦。點解喺節目入邊多次要同大家講歷史嘅嘢？驚同唔驚嘅分別咧，就係因為你曾經見過同未見過。咁我哋曾經同聽眾分享過就係睇恐怖片嘅原理啦。睇第一次恐怖片，邊個都驚噶。同一套戲你睇咗5次之後，你都知道邊個位邊1秒鐘會開始驚嗰陣時，你自然唔會驚。金融市場一樣啊，你第一次見今日呢種情況嘅話，實驚噶。當你見上1000次之後，我唔覺得有啲咩需要驚，因為我日日都已經見慣咗呢種情形。因為你長年累月嘅話，美國見完可能中國股市又會見到，香港股市見到，日本股市見到，你見得多習以為常，反而你好清楚知道我會好平常心。去點樣去把握呢啲機會添？Thompson，我又想問下你啦。好多人就話，其實投資咧就係一場咧克服人性弱點嘅戰爭。你贊唔贊同呢？好似你話睇得多嘅時候，有啲嘢你話我已經睇慣咗啦。OK， 今日跌得咁犀利，除咗我要斬倉之外啦，如果唔係，我唯有係。喺呢度觀望啦，又或者咧就係之前我已經係做咗一啲對沖噶啦咁。既然呢個話題咁好，我哋開放電話同大家分享呢個話題啊。電話係650-273-8881嘅，係650-273-8881。希望大家聽眾揸緊時間啦。嗱，咁同我講翻頭先呢個話題好好啊。會唔會睇到純咗咧？首先就係你本身對待呢樣嘢係咪一種工作先？咁對我嚟講，根本佢係我一種好重要嘅工作。每一日我對住佢唔會話我嗰啲500點我又冇感覺，升500點我又冇感覺，反而就係佢500點我有咩做，升500點我又應該點做。咁呢一樣嘢係要浸翻嚟。咁同埋咧，頭先你講得好啱嘅就係，如果當呢件事一發生之後，咁係一種人性嘅表現嚟噶嘛。金融市場係由人去行出嚟嘅行為嚟嘅，咁所以裏邊所發生嘅每一樣嘢咧，都係充滿人性。咁能夠理解到金融嘅人呢，我自己覺得呢，佢係好掌握人性嘅。佢好了解到呢，每一種人佢嘅人性係點，佢係點樣諗嘢，佢遇到唔同嘅事情，佢有啲乜嘢反應。咁正好金融嘅市場就係帶到呢樣嘢俾我哋。咁而我哋花時間去研究金融，其實就即是花時間研究埋人性。其實亦都係事實上咧，我諗好多投資者都會覺得咧，就係哇，過去裏邊咧，佢哋傷痕累累嘅，因為投資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好多人咧，其實係
受到好多嘅痛楚嘅吓。咁有啲人因為平時冇咁多時間啦，關注到咁多嘅，好似你話財經新聞啦吓，咁亦都係缺乏咗咧，就係專業性啦。又或者係好多好多嘅原因啦吓，咁啊令到佢哋咧喺經歷之中係痛嘅。但係最主要就係話，仲有裏邊好多人性嘅心理啊，同埋咧就係人性嘅弱點。係啦，咁而家線上咧，咁有啲電話咧，就想同阿 Thompson 傾下，咁我哋接筆入嚟先吓。好啊，係劉女士，劉女士你好，你好，劉女士，係 Charles，係你好，同埋 Thompson， 我係好唔捨得你。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我哋可唔可以喺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揾到你噶？喺 YouTube 可以揾到我，我係 YouTube 揾到你係 review 嗰啲啫嘛，唔係可以真係問你啲嘢，或者你同你傳消息啊嘛，係咪啊？其實我係一個既先進又落後嘅人嚟嘅。Facebook 對我嚟講係一種好大嘅負擔。我曾經係用過 Facebook， 但係用咗一段時間之後呢，我實在冇辦法maintain落去啦。講緊可能一日裏邊有成五六百個 message， 我唔知應該點樣去maintain落去好啦，已經。咁後期我咪開始我就丟低咗，冇用到一段長時間啦。咁但係無論點呢，劉女士我好多謝你，因為嚟到灣區新城電台嚟到三藩市，我第一次學做電台節目，我好記得3年半前你已經打電話上嚟，而當時我未做財經新視野嘅。係，我係有眼識英雄，因為我一聽你講嘢，我哇呢個人好有料過，咁啊就默默咁追隨咗你，係你喺度做咁耐就追隨咗咁耐，咁我哋唔可以Michael 可唔可以 exchange 下 email 啊？咁係等我安排好一個方法之後，到時我再交俾 Ida 再同大家分享，好唔好？好，我再諗下個方法點樣係好啲嘅。我想同你討論呢個財經嘅問題。你話今日有啲人啊驚，好驚；有啲人就好靜唔出聲；有啲人咧就驚到咧，因為要斬倉。我咧就係其中一個，我係驚地嗰個喎，唔知道會跌到成咁落噶，哇！後來升翻就定定地。如果作為一個短炒嘅人咧，今日其實係要買貨嘅。當你見到跌500幾點嗰時咧，即係日元咧去到11650嗰啲位咧卡住咗，再落唔到去。咁其實如果作為喺市場裏邊嘅 trader 咧，呢啲位咧睇見啲貨幣都已經定咗落嚟咧，嗰啲位就會搏噶啦。咁特別因為今年嘅波幅我講過係好大嘅，咁所以你止蝕位咧都唔會俾100-200點嘅咁大嘅上落市。你隔幾個月後咧，你又發覺點解啲嘢又上翻一大浸，跟住隔幾個月佢又再拉翻落嚟。今年嘅特性就係咁咯。咁變咗你可能你要預鬆少少嚟做止蝕，但係你亦都一定要咧要手起刀落。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嗰個人性問題就係往往喺金融市場賺錢嘅人都有個特質嘅，就係無論幾恐懼都好啦，佢好似冇反應，佢嘅心情係好冷靜。到好個市升到個同你講股票嗰時咧，佢又係冇乜反應，因為佢擺晒心入邊啲嘢。佢心裏邊佢已經知道自己盤算緊我喺高位，你哋個個癲晒都好啦，我走緊噶啦已經。到跌到落嚟，個個都喊晒嗰時咧，佢已經偷偷地買咗，但係佢買完都唔話你知住，係買完升翻之後佢先話係啦，我早2個禮拜已經買咗啦。咁呢啲嘅情形我係見好多，但係叻嗰班都係咁嘅，反而咧有損失嘅咧，通常都係咧即刻有反應嗰班咁樣咯。係啦，好多謝。Warren Buffett咁咯，佢唔出聲咁，後來佢話我買咗乜嘢咁啊，類似幾個月之後咁至話俾你知。係啦 ，anyway 好多謝你嘅支持。好多謝阿劉女士電話，今日因為好多聽眾喺線上，咁我哋多謝阿劉女士，咁我哋接陳。唔該晒啊，好多謝。Charles唔好忘記提阿 Thompson。好，我記住你。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好，我哋接阿陳女士，係陳女士，陳女士你好。喂，阿 Thompson 同埋 Charles，你好，你哋個節目真係好吸引，好吸引啊！我頭先咧去食緊餐尾台，我都唔食，趕住翻嚟聽你個節，但係一聽到話最後一次，我而家好唔開心。點解會咁樣啊？可唔可以請你哋個主持繼續有呢個節目俾我哋學多啲嘢啊？因為阿 Thompson 你嘅知識啊，好似劉女士咁講咗啦，我都唔需要講，真係令到我哋咧增加好多
多呢個智慧同埋喺呢個財政裏邊嘅知識，而家係好需要嘅。咁而家你走咗，我哋點算啊？問下。我已經諗定咗今日呢個答案㗎啦。咁點算啊？咁我哋咪流離失所咯。唔會，我已經諗到個答案啦。過去2年裏邊咧，我確實講咗好多好多嘅話題。簡而清，同埋令我哋好清楚每一個要重要點，你都講咗出嚟，令我哋吸收良多，真係好好。可能你要需要一段時間 review， 好多聽眾可能都需要一段時間去 review。喺呢段時間裏邊，其實咁正好就係俾大家一個消化過程咯。如果我每個禮拜繼續講新嘅嘢咧，消化啱啱認識咗你，啱啱中意咗呢個節目，咁而家又冇咗，咁我哋唔消化咯。你而家又喺 YouTube 度，你可以聽翻過去105集嘅節目噶嘛，係咪？咁你同埋你聽翻啲105集之後咧，你如果能夠喺市場裏邊揾到我講過嘅嘢咧，你已經係進步咗好多。特別我喺今年下半年講呢個自己的基金系列咧，其實係。我事前都講得好清楚，係好有爭議性，有人會唔認同我，有人會認同我預咗嘅。咁因為當我一講到市場行為，係好多係我自己工作上，我自己親身行過嘅路，撞過個板講翻出嚟，所以聽眾聽落去覺得係好貼肉，因為我撞嘅板就係講翻出嚟，不過我係用另一個方法表達。咁當你能夠聽得明我講嘅嘢，而你喺市場揾翻呢個答案嗰陣時咧，其實不知不覺你已經係一個半個職業 trader 嚟噶啦，係好唔好意思啊，陳女士。咁啊，因為線上咧有好多聽眾喺度等緊，咁啊好多謝你嘅電話，好多謝陳女士。係我哋接另外嘅聽眾入嚟，係余女士。OK， 係余女士，余女士你好。好，唔該你兩位先生好。我想問一下咧，我係揸住有啲全部市場指數啲咪Total Index Fund嗰啲指數基金咧，我就有十多年嘅，同埋 S&P 500。指數基金嗰啲，我哋可唔可以繼續保留呢？可以。美國經濟呢，而家只係一個周期性嘅放緩，之後又會再好翻。同埋喺我眼中覺得美國今年嘅經濟都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差。而家你好多人都係俾個氣氛影響，譬如人民幣跌得急咗，因為有炒家追擊佢。類似嘅嘢呢，你會製造一個恐慌。咁正金融市場有一班人就係製造恐慌嚟去賺錢。咁你明白咗呢個道理呢，你冇需要驚。而美國嘅股市我係仍然睇好嘅，不過係需要7年嚟一個調整，深度調整先至可以再繼續行。係啦，即可以可以保留住。係啦，譬如今年萬一真係跌到我之前講嗰啲，譬如1600幾點標普，你都唔好驚。咁然後你俾時間佢復原翻，咁就會見到一個好嘅情形咯。好啦，咁啊好多謝余女士嘅電話，咁我哋去廣告先。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係啦，咁啊，Thompson，咁喺線上咧好多聽眾想同你傾偈，咁我哋先接阿陳生人好嘛？陳生你好，係陳生。係你哋兩位主持人，你好，多謝你哋主持呢個節目。我想問下Thompson咧，幾時先又再翻嚟主持呢個節目咧？暫時我答大家唔到，因為我跟住落嚟都有3樣嘅工作要做，係3樣我都係要好專注做好佢啦。咁其中一個係金融嘅工作。咁正如我同大家講過，2016、2017，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投資機會。正因為呢個機會，因為我自己工作在身呢，我要同一啲嘅客戶呢要去做一啲嘢，咁變咗喺呢個過程裏邊，我要好專注等待嗰啲嘅機會出現。咁另外，我亦都希望可以網絡保安嗰方面咧做到少少嘢啦，幫到灣區，咁啊提升到灣區嘅一個保安嘅水平。咁呢啲都係我自己興趣，同埋教書亦都係我非常之大嘅興趣。當呢3樣嘢我覺得做完 settle 好晒啲嘢嘅話，可能我會再做翻節目都未定，但係暫時我未有呢個打算住。係啦，多謝你嚇，但係好多謝你哋支持，好多謝，好多謝陳生電話。咁我哋仲有位陳小姐，我哋接過嚟。陳小姐你好 ，Hello，Thompson 你好，陳小姐你好。係你好，係。我真係好中意呢個節目，但係咧，我聽到話今日係Thompson 嘅 last day 去做呢個節目，真係即係有啲非常之唔捨得。同埋咧，我成日都會喺個 YouTube 度 review 佢，即係佢講過個節目，聽完又聽，聽完又聽，學咗好多嘢啦。咁我就想問下，即係咧即係接住呢個機會，想問下，即係 commodity 幾時會升翻啊？因為依家跌得
好犀利。commodities 每一個週期咧，你要預小則嘅12年度，大則嘅可能要去到20年度。咁而我哋對上一次見頂嘅位置就係2011年，就係全球個 commodities 見頂嘅。下一個週期2011年加12咯。咁當然嗱，但係事前你一定要係即係買咗係鐵嘅，咁要等12年。但係你一定要明白到就係我而家講緊嗰個週期12年係講緊一個牛市重新開始起步，咁而中間係會有反彈嘅。咁中間嗰啲反彈你都不容忽視嘅，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佢會反彈50%，然後再落翻嚟。咁但係佢仍然係一個處於弱勢，直到下一個需求增加，個 supply 同埋 demand 咧係調翻轉為止。咁但係呢個過程裏邊，對你嚟講亦都係個好嘅機會嚟嘅。點解咧？譬如好似最近大家都睇到啲石油好淡嘅，但係我所知嘅就係今年已經有2個國家，一個挪威，一個係瑞典，佢哋當地啲石油企業咧已經瀕臨破產。咁如果假如成個市場裏邊有幾間大嘅破產嘅話，會出現一個深度嘅調整俾你。咁縱使嗰啲位置買入咗，你無需要等到嗰個 commodities 去翻到牛市，淨係喺個低位反彈已經夠你獲利。咁所以問題就係話你究竟想長期持有，等佢一路係咁升啊，定抑或你係當係一種區間嘅買賣咯？係咁啊，好多謝阿陳小姐嘅電話。咁因為喺線上咧有好多聽眾等緊，咁所以多謝阿陳小姐嘅電話。咁我哋接阿馮生嘅電話入嚟。係馮生你好，係馮生你好，你好，係你好。即係希望 Thompson 以後工作更加順利啦。好多謝，真係多謝你喺呢個節目入邊咧，我哋學到好多知識，但係我發覺係學極都學唔晒嘅。咁啊冇咗你呢盞明燈喺度咧，咁我哋就真係覺得唔知點算好啦。咁啊，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想請教你嘅，好似而家咁最近啲油股跌得咁殘啦，咁但係啲航空股咧亦都冇乜起色喎。咁係喺呢方面我更加睇唔到，因為航空股靠咁依賴石油，咁石油跌得咁殘，咁應該佢哋應該係獲利更加多嘅，但係點解佢哋反而冇乜起色咁咧？正常情況你講得啱，但係因為今年係一個經濟放緩嘅週期嚟噶嘛，經濟放緩週期縱使油價更平，但係間公司都係賺少咗錢噶嘛。咁石油只不過對一間航空公司嚟講係一部分嘅 cost 嚟啫嘛，唔係全部噶嘛。咁佢嘅客戶少咗，機票價錢平咗，咁佢都抵消咗佢個油價下跌噶嘛，係咪？係啦。所以你話你呢盞明燈喺度幾緊要咧？咁我哋先可以繼續學得多更加多嘅知識。希望 Thompson 你可以盡快再有機會嘅話翻嚟開咪，咁我哋可以學得更加多嘢。好多謝你，馮生。好多謝馮生嘅電話。好，咁我哋仲有一位曾小姐喺度，咁我哋接佢入嚟。係曾小姐你好，曾小姐你好。係你好，曾小姐係你好。我想問你幫唔幫個人投資者打理嗰個投資戶口噶？唔做，我係做家族同埋企業嘅，係啦。企業嘅。OK，corporation 係嘛？係啦，好明白你問嘅意思啦。咁同埋如果你幫我哋做，我哋就唔需要聽呢個節目，唔使自己咁多煩惱啊嘛。正點解我可以好開心喺做財經新視野，就係因為我係冇需要做任何商業嘅活動，咁所以我先可以隨心所欲講好多話題俾大家聽。講真，如果我係做如果我做 personal 嘅客嘅話，我係為咗要揾客嘅，我自然要講好多嘢，係咪先？亦都好多 sales 嘅嘢。咁到我。如果同某啲嘅機構合作得好緊密嘅，我有啲嘢唔講得噶咯，知道咗都咁，所以呢個係正正係我最 free 嘅地方。但係無論點好，多謝你支持。我明白。仲有咧，你以後我哋喺 YouTube 睇唔睇到你提供嗰啲投資嘅信息啊？暫時去到105集之後，我暫時仲未有諗法住。暫時停止。係啦，咁我會之後我會再諗咯。OK，係啦，多謝你，但係好多謝你，好多謝，好多謝曾小姐嘅電話。咁我哋去廣告先，翻嚟再講。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好啦，咁啊，翻嚟財經新視野亦都係最後嘅一集。咁喺呢個時候呢，就其實聽眾呢都喺線上嘅，咁但係呢，我哋已經預定咗呢，就有啲話題想傾下噶嘛，係嘛？咁呢個時候呢，就輪到我呢，就要利用啲咁多時間啦。咁首先喺呢度呢，就真係衷心嘅多謝Thompson啦，就喺呢一段嘅時間同我哋製作
主持一個咁好嘅財經節目，亦都可以講呢就係不可多得嘅。咁因為好多原因啦嚇，咁我哋知道佢暫時唔可以同我哋主持啦。咁喺呢度呢，亦都係祝你身體健康，亦都係你個工作順利，亦都帶來你呢就好多嘅財富。咁喺呢度，不如我哋拜咗年先啦，因為咧就停咗一段係啊，所以有啲要做嘅嘢都好都主意個。咁啊，首先我提早咧，咁就同大家拜定年先啦。咁啊，祝願大家咧就係身體健康，咁啊事事順利。係咁啊，我又講啦，咁啊希望大家咧無論揸沽都好，賺大錢，投資順利啦。係啦。聽眾好多時都會諗到就係點解佢可以識嘅嘢多？咁其實最重要就係你每一日點用時間。咁譬如喺財經新視野嘅過程裏邊，帶俾我一樣嘢最大嘅得着咧。本身我自己係好中意睇書，好中意去博物館，好中意去吸收唔同嘅知識。但係因為做節目嘅關係咧，令到我係加倍去專注。咁呢樣嘢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得着咯。咁啊係啊，咁啊我初初識你嗰陣時咧，咁我都唔覺得你哇咁識咁多嘢，但係同你傾過偈之後，無論喺電腦方面啦、財經方面啦，哇，俾我一種耳目一新嘅感覺。我覺得哇，你係一個不可多得嘅人才，所以點解我點都要你掹你入電台咧？希望將你哋知識咧分享俾聽眾。其實呢度咧講起上嚟咧，真係有好多謝你記得3年半前，當時你就係訪問下我一啲成長嘅經歷啊，嗰個話題。咁唔知呢度可能已經冇咗嗰段片都未定噶啦。咁嗰段片其實我覺得係我自己心聲，講翻過去由我成長一路到過程裏邊，我係點樣去學習啊，跟住工作，亦都面對過困難啦。咁其實聽眾聽起上嚟都覺得我好奇怪嘅，點解我會由 IT 轉去金融？就係因為啱啱經歷2000年 .com， 咁當時啱啱 .com 科網泡沫啦，咁我嘅工作其實係相當之高薪厚職，當時正係咁咧，就被裁嗰個就係嗰個，咁我就足係由2003年失業到2005年，即係我嗰時已經有一啲朋友咧係識咗一段時間，咁佢哋咧係有啲係自己搞證券公司嘅老闆，咁跟住佢話 Thompson， 你 IT 嗰行唔掂噶啦，已經瞓咗覺噶啦，得啦，你嚟我度做住學下嘢先啦，咁就由咁樣開始咗，其實，咁跟住開始之後咧，慢慢咧就去到原來喺佢間公司開始扎穩咗少少馬啦，咁跟住佢就再薦我咧去到另一間嘅金融機構，咁慢慢一路咁學多咗嘢，所以其實點解會由 IT 走去金融，唔係話我自己刻意嘅，係個時勢令到佢咁，咁所以正解我喺今年年初同阿 Ida 做節目嗰陣時講咗一個投資健康知識智慧，我希望聽眾如果未聽過咧，再一次聽，裏邊係其實講咗我自己心聲嚟嘅，我覺得一個人就係要有幾把刀。咁而且咧就係咧，人生嚟講幾廿年咧，總係有高潮低潮，行業都係有高潮低潮。自己如果唔揸定幾把刀噶，今日呢個行好啫，聽日呢行可能唔係好得嗰陣時，自己有得褪位。咁類似嘅嘢咧，其實係我自己人生喺好短時間之內同一時間發生晒。嗱，咁好多嘢咧，本來想同阿貪神傾嘅，因為時間關係啦。咁我有一句說話就係好多時命運之中咧安排嘅好多事，令到你變咗好多把刀啊！其中一把刀咧係非常之重要，就係新科技。咁再加上你嘅財經啦吓，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呢一個財經新視野係一個咁成功、咁好、咁豐富嘅一個節目。一次喺呢度真係代表灣區新城電台，多謝阿 Thompson， 亦都多謝阿 Charles 呢，就喺呢個主持啊。咁喺度我亦都好多謝阿 Ida 俾咗機會我做節目啦，同埋咧好多謝阿 Charles。咁IT 確實幫咗我好多，特別當我籌備財經新視野嗰陣時咧，我曾經比較過香港嘅節目、台灣嘅節目、上海嘅節目、紐約嘅節目，跟住我綜合咗之後，盡量抽一啲方法出嚟去做，但我發現實在太多內容，跟住我唔知點算好，而實在係資源好有限。對於喺海外嘅華人嚟講，要做一個相同級數嘅節目係好難。好彩 IT 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幫我哋去提升到呢個內容咯。時間剩翻30秒，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大致對於美國今年嘅呢個經濟同埋股市嘅走勢呢？我覺得美國經濟周期調整，但係呢個周期調整對美國嚟講絕對係好嘅，只會係令到更加多嘅資金流入，俾個機會。咁而中期至到長期嚟講，我仍然對美國經濟係睇好嘅。
好啦，咁啊睇到大鐘時間咧，已經仲有10零秒咧，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咧財經新視野咧就完結篇啦。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鼎力嘅支持，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末。我係 Thompson， 我係王子，拜拜。拜拜。阿 Charles 係，今日我哋咧將會同大家分享自己的基金系列嘅黃金篇啦。咁啊，作為咧整個自己的基金系列最後一篇咧，擺咗黃金有幾重意義嘅。大家都知道咧，黃金不嬲都係一種避險嘅工具啦。咁但係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咧對沖通脹工具，亦都可以作為咧我哋私人財產嘅一個配置嘅方法。咁可以話咧係集於多功能嘅。係最近呢，有幾單嘅國際新聞咧同黃金有關咧，都值得我哋深思一下。咁其中一個咧就係究竟過去呢一年金價一路下跌，全球嘅黃金需求係增加定係減少咗呢？自從黃金咧喺2011年見咗歷史高位$1921之後咧，咁啊輾轉一路咧調整翻落嚟，去到最近呢，大概$1000附近。咁但係根據翻呢世界嘅黃金協會資料顯示咧，過去呢一年中央銀行嘅揸金嘅數量不跌反升。其中一個需求大咧，就係過去呢一年裏邊咧，全球嘅央行大概咧，連埋一私人嘅投資在內咧，大概需求係4200至4300噸黃金。有邊啲國家係揸金多咗呢？比較特別大興趣黃金嘅有2大個國家啦，係啦，中國同印度啦。特別係中國喺過去呢一年裏邊咧，中央銀行所揸嘅黃金係講緊上升咗70%，對比前一年係揸多咗52.3噸黃金。咁至於印度咧，亦都上升咗6%嘅需求啦。咁佢亦都講緊有成57噸黃金。喺呢一度，我哋就要諗一諗啦。近排美元咁強，而金價咁弱，咁點解中央銀行會選擇喺而家呢個時候度揸金呢？咁另一個新聞值得我哋去留意呢，就係德薩斯州呢，其中有議員呢，就要求紐約嘅聯儲局攞翻啲黃金。咁奇怪？咁一直以嚟呢，紐約嘅聯儲局呢，都係呢，唔單止係美國嘅金庫，係亦都係全球金庫嚟嘅。係咁，但係德薩斯州嘅議員就要求喺紐約嘅聯儲局嗰度攞翻10噸金走翻出嚟。咁佢哋個理由係乜嘢呢？咁佢哋就係話，咁多金擺喺你嗰度，會唔會有一日真係有需要嗰陣時，反而攞唔到嘅呢？咁即係唔信聯儲局啦。咁仲有一件事噃，國際嘅黃金定價一直以嚟究竟喺邊度進行呢？我哋今日都會同大家探討。但係呢，喺100年之後嘅今日，國際嘅黃金定價權正在有少少跡象係由西轉向東嘅。咁啊，倫敦金銀市場協會咁啊，簡稱 LBMA 啦。咁喺舊年嘅6月16號就宣布啦，就係中國銀行成為第一間非西方嘅銀行可以參與黃金嘅定價權。咁呢件事呢，係過去100年裏邊都從未發生過嘅。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咁有時咧都有啲黃金騙案嘅出現，咁究竟係投資黃金有冇風險嘅啫？我哋成日都聽到話咧，投資黃金咧俾人呃，特別一講到倫敦金咧，大家就諗到咧係俾人呃嘅。咁究竟倫敦金呢個名係一種呃人嘅名稱啊，定係真係有一種叫倫敦金嘅物體嘅咧？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會同大家一齊探討嘅。好啊。咁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究竟國際嘅黃金定價係點樣開始啦？咁所謂嘅黃金定價咧，一定要由100年前世界5大金商呢個傳說講起。係啊，Thompson，傳聞咧世界有5大金商咧操控呢個金價，咁究竟係咪嘅啫？咁要講翻當時咧，確實真係世界有5大金商。咁呢5大金商咧，咁有人話投資黃金係個騙局啦，有人話黑箱作業啦。咁佢係唔係呢？當時19世紀初咧，倫敦已經係世界手執牛耳嘅一個金融市場嘅盟主啦。咁亦都係咧世界最多黃金儲備。咁簡單嚟講，佢哋已經係擁有世界好多金融產品嘅定價權。咁喺1919年嘅9月12號咧，咁啊倫敦5大金商咁啊混集咗喺羅富齊家族嘅辦公室裏邊。咁呢5大金商咧就包括咗
羅富齊家族啦，亦都包括咗咧就係金寶里、穆加達、萬達基同埋美斯太平洋。而呢五大嘅金商咧，亦都係代表咗咧西方掌管世界金融市場嘅權力。咁其中咧羅富齊家族就犀利啦 ，Rothschild 家族咧，咁早喺而家倒數翻差唔多400年前咧，咁佢哋係當時整個西方裏邊最大嘅銀行家族嚟嘅。咁有好多人都會話啦，佢哋嘅家族唔單止係從事金融業務，亦都可以話咧係挑起咗世界多場嘅戰爭嘅。咁而佢哋嘅投資銀行亦都好神秘啦。咁作為希洛爾投資銀行咧，咁一方面就係進行投資嘅業務啦，亦都係做一啲銀行嘅工作。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哋亦都同世界多場嘅戰爭咧，亦都扯得上關係嘅噃。好啦，咁至於另外4間嘅金商咧，咁亦都係咧背景非常之神秘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過去100年裏邊，大家都會講到，就係呢幾間嘅金商究竟有冇操控金價呢？咁已經唔係今日先講，咁所以去到後期呢，佢哋呢5大金商亦都慢慢過渡到呢，係由一啲世界知名嘅信用嘅銀行呢去負責呢個黃金定價嘅噃。咁啊，其中呢就包括咗仍然係羅富齊家族旗下嘅希洛爾投資銀行啦，咁亦都有德意志銀行、法國興業銀行、匯豐銀行同埋加拿大豐業銀行，咁構成咧新一個嘅5大金商。咁而作為5大金商咧，咁啊當然係最重要就係定價啦。咁喺每一日嘅朝頭早10點半同埋下晝3點鐘，都會喺倫敦咧進行2次嘅定價。咁而佢哋定價就係喺辦公室裏邊，頭先所講呢一間羅富齊家族嘅辦公室開始定價。咁所以咧，佢亦都係世界知名嘅一間房。係呢間房犀利咯，叫做黃金屋。咁作為一個高 room 咧，咁佢哋每一次咧，咁每一日咧有2次定價咧。咁首先咧就係幾間嘅金商咧，都會根據翻自己客戶朝頭早10點半前同埋下晝3點前咧，佢哋嘅買盤同賣盤進行一個報價。最後咧就係由羅富齊家族咧嘅代表決定當日嘅開市價係乜。咁但係講起上嚟咧，喺倫敦嗰邊每一日嘅10點半之前嘅半個鐘咧，如果而家講翻起大概100年前或者80年前咧，當時嘅氣氛係好緊張嘅。咁喺大概10點鐘左右咧，基本上啲買賣盤停晒噶啦，大家喺度等緊，就係等緊10點半掟出第一口價。咁啊 Charles 10點半掟第一口價，有陣時會唔會真係次次都咁準時咧？吓，應該就唔會啦。冇錯，真係講上嚟真係冇咁準時嘅，係啦，冇咁準時應該。咁基於好多理由嘅，咁譬如話有陣時咧，可能喺個定價裏邊5大金商咧，大家未揾到一個共識出嚟，係咁所以咧，大家未掟出個市場一個報價。咁有陣時咧，可以遲到咧10分鐘之後、20分鐘之後，最長嗰次咧係超過2個鐘。哇，都幾犀利！咁變咗大家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唔買又唔賣，一路等緊，等到個報價出現咗之後咧，大家先至開始交易。咁而交易嘅過程裏邊，如果你之前係平價買入咗黃金嘅，哇！咁跟住可能佢10點半翻到嚟朝頭早一開始報價，可能抹高咗價俾你嘅，咁你咪賺錢咯。係啊，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話，點解話黑箱作業咧？因為全球嘅黃金定價只係由5個人去負責，就決定到究竟嗰日開乜嘢價。咁亦都有人話呢5大金商過程裏邊可能係獲利好多嘅，又係唔係咁呢？但係無論點，呢5大金商都非常之有錢嘅。係啦，我呢個值得懷疑啊。咁啊，而去到下晝嘅3點鐘，咁又點呢？咁去到下晝3點鐘呢，因為當時已經係進入咗美國市場噶啦嘛。咁而美國亦都開市嘅話呢，變咗整個黃金嘅交易量呢係大大增加。咁所以呢，簡單嚟講，倫敦嘅報價上晝嘅10點半呢，就係橫跨亞洲嗰邊嘅，而下晝3點鐘嘅報價呢，就係橫跨北美洲呢邊嘅。今日構成咗一個全球黃金市場嘅一個連環圖。係咁由5大金商咧操控呢個金價，好似好危險咁。啱，大家都嘈過好多次，不過嘈完都繼續係咁樣，差唔多近100年。係咪揾唔到人代咧？而係冇好似你咁講啦，真係揾唔到人代，因為其實佢哋幾個
正好就係成個西方嘅利益集團嚟噶嘛。咁變咗後邊有好多嘅政府啊，各樣嘢咧，大家都會支持住個制度繼續營運落去噶嘛。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啊17、18世紀就喺亞姆斯特丹荷蘭嗰邊就係世界最大金融中心啦。去到18、19世紀咧就係轉變咗去英國嘅倫敦，而去到19至到20世紀咧就係咗美國嘅紐約。咁而家就大家會諗到啦，喺20至到21世紀裏邊咧，作為黃金市場最大將會邊度咧？咁有人會話將會落入喺東方。咁譬如可能係中國，可能係印度。咁啊最簡單原因就係因為每一個世紀，每一個100年裏邊咧，能夠做到黃金定價權嗰個咧，通常係手持最多黃金嘅。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時至到今時今日嘅話咧，大家就會諗到啦，國際嘅黃金市場乜唔係已經去咗紐約噶啦咩？咁點解倫敦仲有咁大影響嘅咧？咁而家嘅倫敦嘅黃金市場咧，仍然係世界最大，而股票市場咧就係紐約最大。咁但係有一點我哋要留意嘅，世界嘅金市咧，亦都唔係淨係得倫敦一個嘅。嗱，自從喺上個世紀有2次大戰之後咧，有一個市場係冒起咗嘅，呢個就係瑞士。咁啊，瑞士蘇黎世咧，亦都係咧喺倫敦之後嘅世界第2大嘅金市嚟嘅。咁簡單嚟講，無他嘅，作為一個中立國，好多人願意將佢嘅財富擺佢度噶嘛。係啊，最重要就係有一啲國家嘅元首，又或者有一啲不明來歷嘅金錢，都係會係擺咗喺瑞士嗰度。咁而擺喺瑞士度，淨係揸住啲紙幣都唔夠噶，不如一嚿嚿黃金都擺埋喺嗰度。咁所以瑞士嘅金市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嘅。而第三個最大嘅金市之一咧，大家可能未必諗得到，就係香港。我哋香港啊，嗱，香港嘅金市咧已經係歷史悠久噶啦。係，如果講歷史嘅長度咧，除咗倫敦之後咧，就已經係香港噶啦。咁啊，主要原因咧，當然啦，因為香港曾經被英國管治過，咁香港亦都係一個轉口港，咁所以係作為地理上邊咧，喺亞洲轉運黃金咧係好需要嘅。嗱，特別係當歐洲嗰邊要運一啲黃金去到亞洲，又或者亞洲要將一啲黃金實物咧搬去另一啲地方咧，經過香港係唔出奇。咁所以香港係作為咧其中一個現貨黃金儲存嘅中心嚟嘅。咁而咁好多年長嘅朋友，大家都會印象裏邊咧，記得香港曾經有啲銀行咧，因為擠提嘅緣故而拎一啲黃金出嚟，去令到市場有翻個信心。係咁類似嘅事件咧，都係凸顯咗咧香港係作為亞洲金市嘅一個代表啦。咁但係時至今日嘅話，呢個世界除咗現貨之外，仲有期貨交易嘅。咁而所謂嘅黃金市場咧，24小時噶嘛，究竟呢24小時由邊啲嘅金融市場去連接埋一齊嘅咧？咁我哋首先咧由倫敦開始咧，就係倫敦現貨金啦。咁我哋頭先阿 Charles 啱啱你講過啦，倫敦金係咪有呢樣嘢定係一種騙案嚟嘅咧？倫敦真係有倫敦金嘅，而所謂倫敦金就係代表倫敦黃金市場所買賣嘅黃金，咁啊簡稱咧就叫倫敦金。咁而點解後期會發展到話會俾人騙案呢？係因為金市同其他股票市場啊，或者其他嘅資產市場有個最大分別咧。黃金嘅報價定價，頭先我哋講咗由5大金商去控制啦。另外就係買賣嘅過程咧，特別講到現貨咧，阿 Charles 你會唔會將嚿黃金擺喺交易所度買賣咧？唔會啊。咁究竟有冇交易所咧？黃金有？應該有嘅。paperwork 啦，嗱，原來喺黃金市場裏邊咧，你真係揾唔到一個實物嘅機構咧，係俾你就咁去買賣嘅。而所謂嘅金市咧，你中意喺街嗰度同另一個人兌換就搞掂噶啦。咁你亦都係同銀行兌換又得噶。咁簡單嚟講就係佢冇一個集中嘅地方，將所有黃金買賣集中喺一齊嘅。咁呢個正正就係現貨黃金嘅問題所在。其實同貨幣一樣嘅，人哋找換一啲貨幣嘅話，你中意喺街邊嗰度兌換都得噶。咁所以咧，逢係現貨嘅買賣咧，往往好多時都冇一個中央嘅機構咧去監管。正因為咁咧，有啲不法分子就藉住呢個過程同人哋 sell 一啲黃金。
咁就話呢啲係倫敦黃金，嗱我幫你做投資，咁但係去到最後咧就發覺虧損晒，咁究竟有冇真係虧損又冇人知，虧損晒亦都冇人知，咁就後期就變成一種就叫倫敦金騙案。咁但係我哋簡單嚟講就係倫敦真係有倫敦金，就係倫敦金市嘅黃金。好啦，咁啊有咗倫敦嘅現貨金之後咧，咁過咗1個鐘頭後咧，就輪到咧瑞士嘅現貨黃金市場開市啦。咁但係一般人嚟講咧，如果做投資嘅話咧，就唔會喺瑞士嗰邊做嘅。瑞士通常係實物黃金儲存嘅地方嚟嘅。過多咗4個鐘頭後咧，就輪到咧就係紐約開市啦。咁紐約嘅黃金咧就係做期貨金嘅。咁紐約本身自己冇現貨，咁所以構成咗一個咧就係倫敦現貨、紐約期貨嘅市場。第二日翻到嚟咧就輪到澳洲開市啦咯噃。咁當澳洲開市咧就係現貨金啦。咁然後再1個鐘頭後咧又輪到日本開市，咁日本所做嘅咧就係期貨金。咁簡單嚟講，12個鐘頭前就係紐約，12個鐘頭後就係日本，2個期貨市場。咁而再1個鐘頭咧，日本之後嘅1個鐘頭就係輪到翻去香港啦。咁而構成咗個24小時嘅倫敦黃金開始嘅金市。咁去到呢一度，咁大家就當然會諗到啦。咁既然倫敦金一路行咗咁多年，去到今時今日，我哋買賣股票都用電子交易啦，係啊，上網買賣啦。咁我哋頭先所講嘅方法好古老啊 ，Charles。係啊，喺街邊就咁兌換，一嚿嚿咁樣買賣。咁有冇啲比較先進啲電子買賣咧？嗱，頭先我講到紐約同埋日本咧，佢哋係期貨市場嚟噶嘛。咁早喺10幾年前咧，佢哋已經電子化晒噶啦，可以喺網上邊可以透過咧黃金嘅經紀直接落盤。而過程裏邊因為電子化，亦都有中央嘅交易嘅控制，咁所以現代嘅投資黃金相對比以前係安全咗好多嘅。咁騙案係少咗好多。咁但係無論點咧，投資者都要分辨到，如果有人同你講話我幫你投資黃金，咁但係不明來歷嘅，亦都冇單據嘅，咁好可能就係一啲騙案咯。係。咁但係阿 Charles 又有一個問題噃。頭先我哋講到期貨就可以用電子交易噶，現貨又可唔可以用電子交易嘅咧？都可以。其實咧喺近呢幾年咧，已經越嚟越多一啲嘅證券行咧，自己已經係推出咗一啲電子服務嘅。咁不過咁呢啲嘅電子服務咧，係嗰間證券行自己做嘅。咁直至到幾時開始先至有一個咧中央管理嘅呢個電子平台咧？就係由2014年開始。咁所以頭先你講到咧，100年前咧有5大金商，大家坐埋一圍台，係咁跟住經歷咗接近100年後嘅今日咧，黃金終於有一個咧中央嘅電子交易平台啦，就頭先所講嘅 LBMA。哦，係 Thompson 啊，咁啊過往100年嚟咧，咁啊由西方操控呢個黃金定價權啦，咁啊自從中國銀行加入咗呢個黃金定價權啦，係咪意味着咧？將來咧西方嘅定價權咧慢慢轉移去呢個東方咧？咁我哋首先要睇下咧最新而家呢個遊戲規則係變成點先。係咁喺2015年嘅6月16號咧，咁啊倫敦金銀市場協會簡稱 LBMA 就係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咧，咁就公布咗中國銀行可以參加咧就係國際嘅黃金基準定價。咁啊，成為100年以嚟咧首個非西方嘅成員咧可以參與啦。咁而呢個 LBMA 咧，總共係有8名成員嘅。係咁呢8名成員之中咧，美國佔2間，就係摩根大通同埋高盛。咁而英國咧就佔2間，就係帕克萊銀行同埋匯豐銀行嘅。咁另外啦，法國佔1間，就係興業銀行。而加拿大呢就有豐業銀行，另外瑞士嘅瑞士銀行，而最後1名呢就係中國嘅中國銀行。係咁你睇翻頭先呢8名成員裏邊，歐美仍然係壓倒性佔咗7席嘅。咁而黃金市場呢個西向東移呢，暫時睇呢仲係有一段好長過程。咁但係可以好肯定呢，就係開始咗呢個趨勢。咁假以時日嘅話呢，我相信呢印度好可能呢亦都會有成員咧會加入嘅。咁啊主要原因
西方掌控咗呢個嘅定價權，但係佢哋嘅黃金需求其實係唔及得上亞洲咁大㗎嘛。係啊，咁所以亞洲嘅比例佔翻高啲係好正常。特別我哋睇翻呢，2015年係世界一個金融市場個無論定價權又好制度嘅一個好大嘅改變嘅。嗱，譬如 IMF 嘅成員呢，你見到新興市場雖然經濟放緩，但係佢哋喺 IMF 裏邊嘅投票權嘅百分率係上升緊，反之西方係下跌緊啦。咁而黃金其實呢，假以時日亦都一樣。咁我相信呢，西方佔比係會下跌，咁而東方會上升。咁但係兩者嘅比例呢，你話要調翻轉呢，咁我相信要相當長嘅時間。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咁但係無論點，投資黃金，我哋簡單頭先就講咗呢，有現貨市場啦，有期貨市場啦，大概嘅模式係咁樣嘅。係。咁但係其實呢，一講到投資黃金呢，有好多投資者就會諗啦，究竟係應該買黃金股票啊，一個黃金嘅實物，即係講緊一嚿嚿嘅金磚啦，定抑或係買黃金嘅首飾呢？定抑或喺銀行裏邊買一啲係信用證嘅黃金呢？定抑或係頭先我哋所講緊嗰啲電子嘅交易呢？嗱，咁首先我哋簡單嚟講，首先將黃金就分為兩樣嘢，紙黃金同埋實金。係實金嘅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啦，就係金磚同埋首飾金啦，當然亦都有金幣啦。咁而頭先講呢三種嘅實金嚟講呢，金磚係最有認受性嘅，而一啲有認受嘅機構所推出嘅金磚呢，譬如100安士、400安士或者係1公斤嘅黃金呢，係有埋出世紙嘅。咁嗰啲嘅金呢，喺國際市場度賣翻出去，當然係信用比較高啦。咁另外首飾嘅話呢，愛嚟戴係一個好好嘅選擇，但係如果你攞嚟做投資嘅話，因為佢當中有好多嘅黃金以外嘅成本喺入邊，如果攞嚟做投資嘅話，咁當中嘅成本係有一部分係被蠶食咗嘅。咁至於你話金幣呢，呢種係一種好獨特嘅投資，佢既係一種黃金嘅投資啦，但係佢亦都加入咗一啲歷史背景。你要知道嗰個金幣推出係一個乜嘢意義先？全球發行量有幾多先？咁而從而呢，喺金價之上再加入咗歷史係佢嘅價值咯。咁簡單嚟講，如果講到實金呢，我個人傾向呢就係金磚嘅。咁另外啦，講到金磚呢，咁亦都有啲朋友就會諗到啦，點解咁多人中意揸實金嘅呢？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同國際嘅稅網有關嘅。美元係可以話罩住整個世界金融市場，除咗黃金嘅理由就係因為呢，黃金係冇一個交易所直接買賣，咁變咗黃金可以喺周圍任何地方都可以交易到，亦都係好容易攜帶到，咁變咗可以由每一個國家嚟流通。有好多人係藉住呢個方法將自己嘅財富轉移去到唔同嘅地方咯。咁但係講到紙黃金又係一樣乜嘢嚟嘅呢？咁紙黃金嘅係並唔係真係手揸住一嚿黃金，只不過係借用咗國際嘅黃金價格嚟進行炒賣或者進行各種嘅投資。咁而最終未必係個投資者諗住攞到黃金嘅。咁可能佢買入到賣出整個過程裏邊，佢都冇打算拎住嚿金。亦都唔會拎住嚿金，咁變咗作為投資者就要搞清楚啦。如果你諗住做紙黃金嘅投資，純粹係一種炒賣短期嘅活動，咁但係個好處係乜嘢呢？就係佢嘅買賣差價少。嗱，頭先所講嘅無論你係首飾金，無論金磚抑或金幣都好啦，佢哋個成本係相對比較貴。你會發現呢，譬如金磚，你買入價同賣出價中間嘅脈價比較闊嘅，首飾金亦都係一樣。咁反之，紙黃金就唔同啦。紙黃金你發覺買入價同埋賣出價，譬如就以倫敦嗰邊報價為例，即係講緊爭5毫子嘅啫。係。咁變咗你買入價賣出價，你嘅成本係好低嘅。咁而作為炒賣咪非常之適合咯。係啊，係啦。咁所以咧，投資者就要搞清楚佢自己想做邊種。短線投資嘅，咁咪紙黃金咯。但係如果你諗住收藏嘅，咁就係實金噶啦。係啊，Thompson，咁你頭先講到啲金飾啊，咁我又諗到呢個實金，咁啊實金一嚿嚿金磚，佢有冇成色呢個問題咧？好似首飾金嘅咧？咁點解頭先話金磚會有出世紙咧？
其實就係要確保你係咪999黃金咯。哦，咁呢個係好關鍵嘅。咁而喺香港更加係有4條9嘅黃金啦。係啊，咁個價值咧個成色係更加高。咁類似嘅嘢咧，作為一個投資者長期持有金咧，係更加係需要搞清楚。特別係早幾年咧，當黃金處於一個比較強勢嗰陣時咧，即係大概喺1700蚊、1800蚊嗰陣時咧，曾經有人發現到喺世界嘅金融市場上邊咧，揾到啲實金，切開咗之後咧，裏邊唔係金嚟嘅，係石墨嚟嘅。咁外邊係包住咗層黃金，而裏邊係一啲石墨嚟嘅。咁啊變咗個投資者買咗之後，一路都唔知，因為點解咧？佢唔切開嘅話，可能真係永遠都唔知嘅。咁類似嘅嘢咧，係投資黃金嘅另一種風險。咁所以咧，要喺一啲有信用嘅機構度咧買黃金，而有埋出世紙就最好啦。好，咁我仲有一個問題咧，都幾多問題。係阿 Thompson，咁啊嗱，大家知道咧，世界好多黃金咧儲備喺呢個紐約啦，其實中國有冇咧？其實中國咧，因為基於佢嘅歷史因素，49年之後封閉咗，時至到今時今日，佢揸住有超過1000噸嘅黃金。咁喺未來日子裏邊，佢會繼續增加佢嘅黃金儲備。咁但係佢都會擺翻喺自己度咯。咁1000噸黃金唔包括民間嘅，唔包括嘅，淨係講緊中國政府自己揸。咁而呢個數字亦都係官方公布。咁但係好似我哋之前講過啦，究竟新興市場手揸嘅黃金會唔會已經係遠遠多過佢哋公布嘅咧？唔出奇嘅，因為美元反濫、歐元反濫、日元反濫。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邊，我哋眼前係見唔到有啲咩大通脹，但係冇人可以擔保到而將來會係點噶嘛。咁但係印咗咁多錢，如果有一日真係發現紙幣供應係反濫咗，咁到時嘅金價就唔係而家呢個水平噶咯，係飆升噶啦。亦都你睇翻過往嘅歷史，喺每一次印銀紙嘅過後，你都會發覺金價一浪比一浪高咗嘅。係咁而只不過個周期係長，我哋經過咗呢13年嘅黃金升浪之後呢，經過2011年開始調整啦，咁喺調整到某一段時間之後，大家又發現到黃金嘅價值，咁到時又會有一個新嘅升浪咯。嚟到呢一度，自己的基金系列呢，同大家分享過儲蓄篇、地產篇、股票篇、貨幣篇同埋黃金篇啦。咁雖然時間有限，未能夠將所有嘅話題好仔細咁同大家講晒。喺呢度，我同阿 Charles 希望藉住過去5個篇呢，對大家有所啟發啦。係嚟到呢一度，好歡迎大家收聽財經新視野，我係 Thompson， 我係王子，拜拜。歡迎收聽灣區新城電台 AM1400。